日本、菲律宾的头人头一届举行三峰峰会，会后的声明嘛，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越南有史以来上届大战的金庸诈欺案，主嫌房地产的大好野人张美兰去互当判死刑。死刑入侵欧洲生拖甲伤超过，德国官方无禁止掠，所讲到有民众甲因掠来做加工产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佮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仕举行三峰峰会，是这头一届三国同齐开国峰会。会后声明当中，嘛有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11日北京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举行第一摆美日会三峰峰会。拜登讲，峰会是友好关系新时代。美日会联合声明中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全球安全甲繁荣明欠缺的要素。三国对台海基本立场不变。呼吁和平解决两岸议题，同时也关心北京伫南海危险侵略行为，也关心北京对南海军事化甲非法海事主张。拜登并表示，对日会两国峰会承诺坚持提价。I want to be clear: the United States defense commitments to Japan and to the Philippines are ironclad. 拜登伫峰会当中表示，任何伫南海对菲律宾无人机船只或者是武装部队的攻击，拢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日菲三国也讲，伫未来几年会有更较侪峰会。It is a partnership born not out of convenience nor of expediency, but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a deepening relation and robust cooperation amongst our three countries.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日也伫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强调日本无过限制伫做美国上亲密的朋友，是正做全球合作伙伴，甲美国共同来承担国际责任。Russia's unprovoked, unjust, and brutal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has entered its third year. As I often say, Ukraine of today may be East Asia of tomorrow. 南海紧张情势升级，美国、日本、澳洲甲菲律宾出动海军、军舰甲军机，第一摆伫南海举行联合演习。美方官员指出，北京将即摆三峰峰会看作是对中国恐吓企图的回应。针对连续美日甲美日会峰会内容拢牵涉中国议题，中国外交部12日日本驻中国首席公使表达严重关切甲不满。中国海警队12日也伫钓鱼台领海内底巡航，对美日峰会作出回应。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镜头往来看乌克兰，罗西亚将搁空袭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毁掉2座发电厂，害20万人无电通用。远远看到电厂大火乌烟搞布布，基辅附近一座主要的发电厂4月11日受到罗西亚的空袭，规座害去。罗西亚射超过80粒飞弹甲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真侪目标拢是锁定能源基础设备，有将近1/3突破乌克兰防空系统。哈尔科夫一座火力发电厂也受到损害，大约20万人无电通用。Если не удастся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электрическую генерацию в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то Харьков не сможет пройти отопительный сезон, и вс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Харькова может быть уничтожена. 也毋过，罗西亚总统普廷说讲，这是罗西亚的电力设备受到系列的攻击了后，高布里中才做出这款的反应，也佮强调因为领导无伫个寒人发动攻击。Но повторяю еще раз, если все это закольцуется в решении тех вопросов, о которых мы говорили изначально, и удары по энергетике связ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с решением одной из задач, которую мы перед собой ставили, а это 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当地立陶宛参加3海倡议峰会，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若准稳准罗西亚继续攻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就等于是为全球恐怖活动发一张许可证。也讲到乌克兰即马正需要防空系统。Нам не потрібні системи Patriot назавжди. Ми обов'язково зможемо виробляти свої системи.
ми почали над цим працювати. Я вважаю, що ми це обов'язково зможемо, але в цей час не хочеться втрачати життя людей. 同一天的聯合國安理會，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譴責羅西亞的報復行為。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是呼籲要停止對烏克蘭的攻擊，戰爭要繼續。烏克蘭國會4月11日通過一項法案，全面修訂動員的規則。自願做兵的人薪水會當提懸，部分的罪犯嘛會當去做兵。不過因為軍方高層的壓力，國會把做兵超過3冬的軍人轉厝的條件抬好掉，也閣重罰倒兵，而且制定新的調兵聽書法案會等總統澤倫斯基簽署了後正式生效。記者綜合報道。越南有史以來上大讚的金庸詐欺案，張正式是甲這個主嫌幫地產的大好野人萬盛發集團的主席張美蘭當判死刑。是這頭一個因為金庸詐欺案就去互判死刑的。這個張美蘭是利用空頭公司甲人頭口座賣這西港銀行的股票，竟然是掌控銀行9成的股份。加上伊閣有烏西官員，伊要貸款就輕輕鬆鬆。伊就是用這款方式，造成銀行損失要300億，詐欺125億美金。這個案件，計共是有85個被告，攏總去互判有罪。而且這張美蘭的翁婿嘛已經認罪啊，去互判關9年。不過張美蘭本人是唔願認罪，這嘛是媒體懷疑講伊去互判死刑的原因。另外，嘛有人咧要講，會甲判這重，就是要甲嚇。逼伊把錢吐出來，上訴才有可能改判。越南總書記阮富中所主導的掃毒貪腐運動烈火熔爐，處理西港房地產大頭家萬盛發控股集團主席張美蘭金額115億美金的金融詐欺案，該前無共時全部公開透明，佮罕見互媒體詳細追蹤報道。5禮拜庭審，團團2700證人出動10個檢察官加將近200律師，證據有104箱總共6棟。在市場擺打賣化妝品起家。67歲張美蘭甲伊共判，2011到2012年之間，透過數千間牟利公司甲人頭戶，掌控西港股份上嘅銀行9成以上嘅股份，為當中提到440億美金嘅貸款，作為收買土地、炒地皮資金，造成銀行270億美金嘅損失，相當是越南2023年 GDP 嘅6%。And it shows to the tip of the iceberg. Many other banks are doing the same thing, maybe to a lesser extent. 檢方指出，自2019年2月開始3年時間，這個全國的好野人愛司機去銀行領108條越南盾的現金，藏佇家己厝的地下室。這麼大的金額，就算全部用越南上大名義的錢來算，也有2棟棟。為確保貸款無被審查，也閣大手筆送烏西錢。前央行首席檢察員就因為收500萬美金的烏西錢，被判無期徒刑。張美蘭甲前央行官員、前政府官員甲西港股份上級銀行等85個被告，互檢方以烏西濫用權力、挪用資金甲違反銀行法這罪名起訴，後這民事人民法院在伊對張美蘭處死刑的重罰，共案的被告也全部有罪，4人協判終身監禁，其他刑期為3年到20年。張美蘭的先生甲查某孫分別判9年甲17年徒刑。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另外一件社會案件，帶大家來看30年前美式卡球球青劍演員 O.J. Simpson， 因是涉嫌殺死伊的情某，不過落尾去互判無罪案例。今日會討論到這個老案件，就是因為 O.J. Simpson 昨日癌症過身，食到76歲。迄當年1994年 ，Simpson 的情某去互殺死，警方就發現這 Simpson 的車頂閣有徛個竟然攏有火熱，而且倒手着傷。這屍體邊仔的骹步號碼甲伊差不多，就認為講伊就是兇手。Simpson 甲警方駕車逃亡幾多點鐘，媒體嘛攏一直有咧直報，竟然是有9500萬人看過迄場直報。轟動社會，落尾這 Simpson 自首，請這出名的律師團甲伊拍官司，當中嘛包含咱台灣人真熟悉李長玉。這律師就找出真濟檢警時間差的所在來甲辯護，包含咧做案的時間倒袂密，而且火熱也未驗清楚，就去互處理掉。這其中上界重要的就是做案的手套甲 Simpson 的寸笑袂合。咱看邊這張影片，就是 Simpson 當場掛手套互看，證明講伊掛袂落。
这件案件就变作是美国历史上一件真出名的刑事案件。前美式卡球明星辛普森的家属发白帖啊，讲辛普森吹杂因为裂喉腺癌过身，希望大家尊重家属的温书。He had been dealing with cancer, and there was some talk about him going in hospice. I know that he had denied it, but he's 76 years old, and a lot of people, although the NFL community hasn't been in direct contact with him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ose murder charges. 辛普森真正是美式卡球史上伟大的破坏者之一。670年代时阵成绩正好，正受欢迎，正有名。尾仔也进入名人堂，球员退休了，用伊的名声进入好莱坞。不过1994年，因为涉嫌杀害情母的谋杀罪名被起诉，而且豪华的律师团，并且找华的刑事鉴识学的专家李昌玉做辩护的专家证人，发现今次采证有问题，有按罪名伪造犯罪现场证据的嫌疑。要判无罪，审判过程伫迄当阵全美国拢正注意，引起种族、性别、家暴、名流式证据加警方办案失当的争议。虽然判无罪，但过尾啊高犯抢劫加绑架被判33年，2017年假释。How about we take 2 decades off and call you 70? And I will be no problem. 辛普森常常爱甲别人讲，伊毋是黑人，是欧洲本尊。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be remembered primarily as a football player. 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日本警车大国商品的翻译人员水源一平，是偷摕伊口座内底超过5亿台票的资金，去签非法的运动搅盘。美国联邦调查官昨是以银行诈欺罪甲起诉，上当恐惊爱罚关30年。另外，检察官嘛有强调讲，大国是受害者。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大联名日本足球星大谷翔平的前翻译水源一平的调查发现，伊辜负大谷的信任，偷摕大谷口座内面的钱超过1600万美金，差不多是台票5亿1000万，则以银行诈欺罪解起诉。水源是伫2018年替大谷开银行口座，向大联名的薪水。国家经纪人会计师加财务顾问讲，大谷希望口座保密。And he told them that Mr. Otani wanted to keep that account private. In 2021, Mr. Mitsuhara began placing sports bets with a group of bookmakers who were linked to an illegal gambling operation. 检察官讲，水源路途愈来愈接，金额也愈来愈大。严姑也证实水源进前的讲法，并无路途棒球比赛。水源涉嫌用这寡钱来向伊运动比赛缴销，甚至假冒大谷的身份打电话给银行。We've obtained recordings of telephone calls in which Mitsuhara spoke with bank employees, lied to them about being Mr. Otani, gave personal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for Mr. Otani in order to impersonate him. 调查结果也证实，大谷是这件案件的被害人。所落来，水源将会伫咧联邦法院出庭，若是银行诈欺罪名成立，相关会当被判30年。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译。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两座主要的水库欠水量拢剩无2成。首都波哥大甲边仔城镇昨已经开始实施限水，10天停水1天，大约是900万人会受到影响。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清加萨用水系统2个主要水库水位降加40年的低点，储水量剩无甲2成，真侪所在已经大家看到底。波哥大市长特别宣布分区停水，将首都分做9个区域轮流，每10天停水24点钟，11正式开始。Busca garantizar que podamos seguir prestando el servicio de agua potable en este año, en estos meses que vienen, pero también en el año entrante. 去年底开始，性影现象伫哥伦比亚发挥，互南美洲的热天搁较热，哥伦比亚空环恶化，也引起搁侪生命火灾。今年2月以来，波哥大外围的拉卡莱拉已经常常停水，民众爱挂水桶等运水车来送水。这摆波哥大限水措施，目标是减少1成的家庭用水，按算会影响首都甲周边城镇900万民众的生活。Me baño máximo por ahí en 4 minutos, que no sea
de tanto lavar por ahí así como ropa o mucho gastar el agua. Duro porque uno siempre ya está acostumbrado a que cada rato llegue el agua, entonces es demasiado duro. Aunque a veces a la vez también es bueno porque estamos cuidando el medio ambiente. 民众洗衫、洗车甚至洗身躯，拢尽量省水。每隔15天，当局会根据落雨量甲省水情形调整相关的限制。环境部长按算4月底5月初才会出现大雨。哥伦比亚总统伫社会媒体表示，下令进行重大改变，互农业采矿才会都市化需求，都要先考虑环境，免凊彩破坏森林、南地水源地，要先确保未来30年的饮水的安全。公视新闻是会长朋友。洗咸真古水，不过伫咧德国算是大困扰，因为对欧洲来讲，洗咸是外来种，无天敌，所以讲生产甲伤超量，毋来走入徛街找物件食，甚至用甲乱七八糟攻击动物伴。即阵德国的官方是已经无禁止掠洗咸，所以讲都有民众甲因掠来做肉丸、肉酱、烟肠等等的加工产品。多进口pan广告的肉丸，航大德国烟肠，这看起来真好食物件，那真是洗手咸的肉做的，你敢唔敢食呢？ Viele Kunden beschreiben die Waschbärbällchen als fluffig. Oh, die schmecken ja so fluffig. 用洗手咸的肉做食品，听起来有点残忍。不过在德国，洗手咸唔是大家拢介意的动物。洗手咸原本分布在北美，1920年代引入欧洲了后，因为当地无天敌，所以生产真紧。敢若是德国就有差不多100万只的洗手咸，因世界进入主体大厅花园灶骹并垂食物佮破坏，佮会攻击宠物甲濒临绝种的鸟类，这恶行恶状，拢互德国人是真讨厌。 Wir schmeißen die weitestgehend weg. Jagdstatistisch zwischen 300 und 400.000 Waschbären offiziell werden gefangen. Da ist der Waschbär, der Kleingärtner fängt, so halb inoffiziell, ja, noch nicht mal dabei. 推出洗手咸加工食品的赖斯认为，洗手咸被垃圾了后也是偏掉，不如好好利用，医生制作肉丸，意外得到大家娱乐，所以佢个研发出洗手咸肉酱、烟肠等6种的产品。 Ich sage, wenn Sie eine Bratwurst haben wollen, probieren Sie eine. Wenn Ihnen nicht schmeckt, kriegen Sie das Geld wieder. Bis jetzt kam noch keiner, der Geld wieder haben wollte. Ja? 赖斯认为，洗手咸的肉也可用加做无食猪肉民众的替代食品。不过部分科学家指出，虽然洗手咸对德国生态造成严重侵害，不过若成行动会改变因的生存环境，反倒来刺激因生态，互进化落来的洗手咸生更较侪后代。公视新闻邱婉玲朋友。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有一座世界出名的艺术国民主体坝水公寓，当年拢成100万游客去佚佗。这设计者汉德瓦萨主张的建筑美学，就是甲自然甲建筑结合做伙。五彩缤纷的壁面，每一扇窗仔门的孔拢是无规则的图案，不管对倒一个角度看，拢是一板一板真有囡仔趣味的图。奥地利艺术家汉德瓦萨设计社会主体。 建筑物甲实物共存，地砖得到树外滚起起落落，雄雄看无啥协调。其实这是现代建筑甲实物用做一体的天然地景。Was an outsider in that way, very autonomous in his aesthetics. Hundertwasser was also a very autonomous thinker, a philosopher, actually, who had very early on, let's say late 1940s, early 1950s, very strict ecological. 汉德瓦萨出身奥地利犹太家族，伊的家族和纳粹迫害杀害差不多70万人。有一个正特别的艺术主张，就是外用直线。顶管的入口壁面有一个牌仔写着“直线是无神的”。有人认为这是伊对纳粹的抗议，因为纳粹的符号是由直线组成。 为汉德瓦萨接过2本传记的贺许，伊讲，虽然爆水先生伊的话色彩缤纷、充满想象，不过伊本人日子是过甲真简单，奉行环保回收的主义。He was very proud that he could live for a month on a small ration of food, yeah, and really be a hunger artist, let's say, and reuse everything. 汉德瓦萨设计30多座建筑物，分布伫咧全世界各地。这座坝水博物馆是汉德瓦萨体现环保主义的代表作品。Hundertwasser ist wirklich hier eine Attraktion in Wien. Es ist eine der außergewöhnlichsten Sehenswürdigkeiten. 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辑。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